什么事？杨少侠被救回来了。什么？3种毒物正在以毒攻毒，若是集合几大高人的内力，为他打通人毒诸穴，或许还有的救。快动手！快，大家一起动手！兄弟，田总，兄弟，他已经没事了，扶他进房休息吧。快扶起来，扶起来，快！这些小孩子把戏，洪金城，把他给我射下来！哎，请你们喝酒，让你们喝个够！哇，和尚，你这么慢呐！和尚，你对付哪个啊？你先挑吧。这次可是你让我挑的啊，以后不许管我。你什么时候真心让了我，你就先挑吧。我选那后边3个奇形怪状的，他们用的兵器好玩，我给他们抢过来玩玩啊。那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好。和尚，
加油！加油！八嘎！让你们尝尝日本武士的厉害！来吧，明朝人，我要见识见识，是中国功夫厉害，还是日本忍术厉害？啊？你们问我叫什么？嘿嘿，你们叫我风爷爷就行了啊！你们明朝曾经强大，可现在已经没落了。日本文化虽源自于你们中国，现在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在我们明朝，孙子见爷爷那是得下跪的。日本忍术源于中国功夫，我一直想找一个中国人过招，打败你，让你知道日本忍术的厉害。叽里哇啦的说什么呢？不跪是吧？好，我打得你们3个跪地求饶。你看不起日本忍术，师兄，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动手吧！哎，等等。哎呀，在明朝，孙子打爷爷那可是大逆不道。好，今儿我风爷爷就教训教训你们这3个小兔崽子。来来来来来！
大哥，叔叔，人家可是300年前武林至尊黄老邪的看家必杀绝技。什么黄老邪？他这就是耍无赖！飞远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个黄老邪乃是300年前武林的顶尖高手，此招完全是玉石俱焚之计。刚才飞远大人，你要是身形不变不沉，我想现在这小子已经成为你的刀下鬼了。那我的脑袋还能在吗？这一招看的是勇气，你死他就死，你要想活他就胜，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！你是说我怕死？哎，以飞远大人的武功，一定是在这小子之上。况且你也不想死，这样死也不值啊！啊，哼，刚才如果是法王你，又如何呢？不。那我的想法一定和飞远大人一样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彼此。法王果然坦荡大度。什么坦荡大度，最多就是怕死鬼。我大哥说的对，一个个说的花里胡哨的，全都是怕死鬼。毛毛虫、缩头乌龟，对，驴粪蛋，好，烂狗屎，是，你没词了。大哥还有什么词啊？和尚，告诉他，烂柿子，对，烂柿子。死到临头了还耍嘴皮子，本头领今天就把你这个臭要饭的打成烂柿子。元正，且慢。怎么，我们在这里跟这小子打斗，就中了他的计了？法王说的对，这小子就是想拖延我们攻打杭州的时间。元正，法王，你立马让大队人马去杭州。我想戚继光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是。一郎，你和王大头领一起去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了。嗨。义父，我想带仙子跟我一块儿去。也好，等你打下杭州之后，我给你们2个热热闹闹的办婚礼。慢着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听清楚，我说的是让仙子和元正办婚事。怎么，你想说什么吗？仙子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关你什么事？走。混蛋！兄弟，兄弟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。听我跟你说，这仙子都要嫁给那个有毒的王八蛋了，我能冷静吗？我……哎，行，兄弟，依我看，那个金刀仙子，她并不愿意嫁给我元正。真的？不行，他得亲口告诉我。行了，你相信大哥，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和尚，过来。我们在这里这样打下去根本就没有必要。我们要尽快抓紧时间赶到杭州城去，所以一定要冲出去。哼，想走？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上！
杀了他们！呀！田总，刚才你那招流风回血使得不错，但是你给我记住，高手过招稍纵即逝，对方又是以多胜少，需要想起路后招。爹，刚才是孩儿一时大意，又在狡辩，学艺不精就是学艺不精。田总哥，师兄呢？哎，仙仙，那火药筒子他不是好人，为他伤心不值得啊，不值得。你是杨树。在下就是杨树。哼，好，好得很。怎么个好法？你们父子俩将一起死在这里，那不是天大的好法吗？就凭你们几个？哼，实话跟你说，我跟飞元君在一起，一定不会输给你。好，那就试试吧。田总，去杭州，这里交给我了。爹，快去。是。走。拦住他们！
师傅，师傅，就是要把倭寇阻止在城外。好嘞。对了，爹，一会儿啊，可千万小心那个姓汪的，那小子他可是，女毒教的教主。我知道。对了，爹，一会儿打起来呢，你可千万别忘了哈，你站在我后面。你保护我？对啊，我是您儿子，我得出在前面。傻小子，我看你还是最好保护好你自己吧。若攻上城去，你跟在我身边。不管怎么说，仙子，你也是我汪元正的女人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他们一定有什么攻城计。倭寇的箱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？师傅师姐，箱子里面装的是火药。倭寇想炸开城门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快！天宗哥，倭寇这是搞什么名堂？我也不知道。校尉，让火铳手和弓箭手都做好准备。是。四郎，保佑我们攻下杭州城。我要手刃了杨天纵，为你报仇。我看时间差不多了。攻城！进攻！
小心师傅，放箭吧！放箭！放箭！是下山，早得极了。阿弥陀佛。有句老话，擒贼先擒王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是。
讲。铁扇公子南门损失惨重，死伤5000余人，请问法王是否继续进攻？好，退下吧。是。如今陈馀已丢，杭州城又打不下，飞援军有何良策？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破城。若是我们进不了杭州城，就会被赶来的明军包围。就是我们能冲出包围圈，也成了丧家之犬。明军在乘胜追击，我们就难逃被歼的命运。不错。来人，坐！传肥原将军，让他身先士卒，就是拼他一死，也要打进杭州城。是。也状告一下汪大将军和我的徒弟，生死存亡在此一举，让他们自己掂量吧。是。法王，我们不去吗？我们可不能把老本都给赔上啊！法王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杨硕和那峨眉仙姑，我们这一战也许还有胜算。哼！可是现在，李元军，如果他们能攻进去，我再去也不迟。现在他们攻不进去，我们去了也白费。若再伤在冷箭之下，那么大军就真的是群龙无首了。到时候，我们就真的连翻本的机会也没有了。还是法王看得远呐。
梅元君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把他们全部杀光！你切切不可！师兄，快住手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有什么好谈谈？要么杀死我，要么跟我走，你选择吧。师兄，你在走一条死路，你不知道吗？若曦，只要你跟我走，我就离开法王，过咱们自己的生活，行吗？不可能！我告诉过你，你只是我的哥哥。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每天看你和杨天纵不清不楚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，朱铁桥，天纵哥，朱铁桥，你还是没有回头。回头？回头继续听你指挥吗？你为何要为虎作伥？你对得起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吗？够了！用不着用大侠的口吻来教训我，我听着就恶心。你身为忠烈之后，却助纣为虐。祝安大人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你觉得他会作何感想？你闭嘴！我这是利用他们报仇。倭寇才是你真正的仇人。不是，狗皇帝才是，还有你们这群保护他的人。你父亲也是为了皇帝才保江山的，难道他也是你的仇人吗？我父亲为了皇上忠心耿耿，结果还不是被处死？到死连个尸首都没有。杀皇上，愧为人子。你助纣为虐，引狼入室，你才是真正的愧为人子。只要能够报仇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好，朱铁桥，你到现在还死不悔改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天纵哥，千万别伤他。我自有分寸。好，杨天纵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！仙子，不要再打了，一会儿我爹爹来了，你可就真没命了啊！疯子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，没本事你就别胡说八道。仙子，不要再打了，之前让你杀你都不杀，现在刀刀要命。哦，你是不是要嫁给那个姓汪的？不要我了？胡说，谁说我要嫁给他？为什么不嫁他？是不是因为我？不是，一定是。是什么？是你找死！
铁桥，你回头吧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你再打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要死大家一起死！你怎么这般歹毒？不歹毒，何以杀得了你？好，那贫僧也歹毒一回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想杀我吗？来吧，你不想要命了吗？你舍不得杀我，以前没有杀，现在也不会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不会嫁给那个姓汪的。喜欢你有什么用？我们这辈子是敌人，下辈子也会是。不是，你喜欢我，这辈子是，下辈子也还是。我们永远都是敌人，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女子谢大侠不杀之恩，我愿意拜您为师傅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做对不起国家和百姓之事。希望大侠可以收我为徒弟。我从不收徒弟，你走吧。爹，你就收下他吧，他这也算是弃暗投明啊。是吗？怎么不是呢？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。他呀想拜爹您为师，那肯定是要跟着爹您学做好人呢。嘿，这你要是不收，这不是逼着他再成坏人吗？爹，你就收了他吧。啊，你就收了吧，求求你了。看来你不疯啊！一看爹您就是做善事，嘿，我自然就不疯了。好，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。真的。弟子谢拜师父。爹万岁！爹万岁！万岁！你这家伙太过歹毒，贫僧就破以回令，送你去西天极乐世界。师父饶命，小僧再也不敢做了。师父饶命啊！心如毒蝎，贫僧是不会饶你的。若师父能放过我，小僧从此以后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小僧已成贵人了，再也不做歹毒之事。师父，就放过小僧一条生路吧。那你发个毒誓，以表你弃恶从善的决心。好，我发毒誓，我赌赌，今后再行凶作恶，不入善流，我就遭雷劈，打得我浑身骨头，疼痛而死。贫僧就放你一回。这厮欺人太甚！贫僧若是放了你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死在你面前。贫僧能放你，我佛也不能放你。师父，刚才歹念又起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住口！贫僧若是再相信你，那就是魔鬼附体。贫僧就照你发的毒誓，送你上西天。阿弥陀佛。他
银枪，我念你为人忠厚老实，我与你缠斗，只是想让你明白，我并非想杀你。可你为何如此冥顽不灵？银枪知道姑娘手下留情，可银枪不能违背师命。你师父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可他是我师父，你是他的徒弟，但你不是他的狗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银枪不能违背师命。为了九如法王的野心，你竟然让那么多无辜的人死于你的枪下，你于心何忍？银枪，我看你不坏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今后不再助纣为虐，我便放你一条生路。姑娘放心，银枪不会了。好，我相信你，你走吧。银枪自知罪孽深重，万死难恕，还请姑娘杀了我吧。银枪不能违背师父，也不愿再做祸国殃民之事，还请姑娘给我一个痛快。既然如此，是生是死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师父，我是徒儿银枪啊！他要干什么？师父，徒儿无能，不能完成使命，徒儿追不住你啊！徒儿想求师父，不要再和这帮倭寇再祸害咱们的国家和百姓了。您的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，不要再争什么武林至尊了，师父。师父，徒儿不能再跟您做错事了，您老人家好好保重。不，我们失败了。一郎、竹内、王元正，还有你的徒弟，他们全都死了。